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龐寶林投資 GPS。特朗普8日內想穩住美股，盈利部分配合美股近高位，美國股市咧相當唔錯。美國嘅高層爆嘅總統咧就行困境，點解咧？就係特朗普點解 tackle 咧？就係話空襲伊朗嘅目標咧難以完成，因為要好多嘅投資，中期選舉緊啦，所以咧佢派地面部隊做唔到。我哋覺得咧就打仗嚟講，炸完人哋你唔派地面部隊去咧，基本上係佔有唔到，咁所以都唔係成功。但係如果落地面就係傷亡好大，咁所以咧只能夠希望做到攞到嗰個彩象徵式嘅勝利。伊朗咧就提高重開霍爾木茲海峽，對美國叫價，就要求有6大嘅要求，包括明確攞翻戰爭嘅賠款。我諗伊朗咧已經發揮代興，其實都要重建嘅。變數咧就係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拒絕美國嗰15點加沙嘅和平計劃，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變數嚟嘅。咁究竟中東嘅情況係點樣呢？我諗都可能都係繼續變動，但係影響已經唔係咁大。咁油價嗰方面呢，亦都係回翻啲。美國總統特朗普喺8月7號喺美國國務院召開咗個全球大型嘅礦業公司高管嘅會議，採取行動保障美國同埋盟友喺關鍵嘅礦產嘅供應。中國係佔7、8成嘅。咁美國主要嘅經濟情況呢，數據係走弱嘅。7月嘅非農就業數據亦意外減少咗23,000人，令到加息嘅預期降溫咗啲，所以債息咧就落翻啲，10年期嘅債息咧去翻到4.66%，30年期去翻到5.21%。股市下跌嘅風險暫時係減少，咁所以咧等到睇美股會唔會有機會喺呢幾個月再創新高咧？咁就要再留意啦。上週3大嘅指數4月份以嚟咧最佳嘅單一個禮拜嘅表現，納指、標指同埋道指分別升咗5.19%同埋3.58%同埋2.96%，其實犀利，因為美股升咗好多好耐㗎啦，由09年一路上嚟升得好多，而家喺呢度仲有力上去，咁所以我諗都係 AI 啊、投資啊各方面，油嗰方面跌翻大概係78.90美元嘅。黃金咧就升翻4000蚊以下，我估咧黃金嚟講咧，尤其是中國央行或者亞洲或者新興市場央行咧，都想將黃金繼續投資落去嘅。光通訊做好嘅，美國嘅光通訊股票，其中一隻股票咧都升咗13.44%。不過記憶晶片嘅股票似乎係差啲啦，海力士嘅股票咧亦都跌咗。美國嘅軟件、國防嘅軟件咧繼續上升，上個星期5咧係升咗10點幾個 percent 添。美國嘅股票 SpaceX 亦都唔錯喎。雖然佢配股咧解禁啊，本來咧我哋市場中性策略 SpaceX 嗰度咧，我哋話暫時唔買住，因為 SpaceX 咧有好多股票解禁。2026年6月12號咧 SpaceX 上市啦，8月6號上個禮拜四開始第一批9.12億嘅股份咧就解禁啦。咁另外咧10月將公布第3季嘅業績，仲有13億嘅股份解禁。最犀利咧就係出年啦，6月12號馬斯克咧持有嘅股票係64億股啊，解禁屆時累計咧流通嘅股數從而家大概係15.5億股咧，大增到130億股。SpaceX 嘅股份會唔會受壓咧？咁所以咧，馬斯克咧應該要做好多嘢，穩住投資者嘅信心相當重要。咁所以呢1年裏邊會唔會不斷穩住而將個股價抽翻上去，亦都係我哋睇好 SpaceX。短期如果落唔到100蚊以下咧，我哋第時一個 pair trade 再睇啦。另外咧就美國嘅科技股嘅問題係喺邊度咧？主要咧就美國嘅科技建嘅數據中心未來咧有1萬億收入，但大部分都冇喺財務部睇到嘅，甲骨文個風險係最明顯嘅。看好 AI 發展成為未來增長嘅根基嚟嘅。根據咧路透社所講，各大科技嘅數據中心建設嘅租金只係咧收到大概2850億美金嘅啫，同預計爭好多，爭7成，即係得3成啫。所以呢個亦都係個風險。我哋睇咧美國啲科技股啊，同埋 AI 股同埋基建股咧，大家綁埋一齊咧，晶片股會唔會鎖定咗之後能夠有個保障咧？呢個咧就大家都要留意呢方面啦。因為始終都未反映喺個資產負債表裏邊都有個風險喺度㗎。咁《華爾街日報》咧都有報導蘋果，因為佢出嘅 iPhone 同埋 MacBook 喺中國賣得好好嘅，因為而家晶片都貴，中國做嘅晶片咧相對美國係平嘅，尤其是 Nvidia 長鑑科技嘅記憶晶片咧，佢哋想用佢，但係咧要得到咧美國政府嘅批准，得嘅話咧，第一長鑑科技可以同美國公司繼續合作，睇到佢哋嘅水準係點樣，大家都係互利互惠嘅。咁美國股市咧就穩住咗啦。咁巴菲特咧最近第二季咧盈利賺1倍喎，哇咁犀利喎，107%喎。我哋係咪要跟住巴菲特？好多人咧就係買嗰幾隻股票跟住佢啦。咁佢
買咩股票咧？主要係 Google 啦、運通啦、Apple 啦、美國銀行同埋可口可樂啦。咁大家咧可以睇下呢啲股份。如果你好多錢又唔想周圍轉嚟轉去，好似巴菲特咁咧，集中火力咧投資呢啲股份。中港股市嚟講咧，咁內地嘅客戶咧，保險嘅收益咧要徵稅喎，咁啊徵20%。但係我哋覺得呢個唔係新嘅法例已經喺度，只係執行。而家內地嚟講咧，有個別嘅城市或者係省份都慢慢執行啦。咁我覺得咧呢個影響就唔係好大嘅。正如其他嘅投資，就算內地派息嘅股份咧，佢哋派息嘅時候都要收呢啲稅嘅。短期影響有嘅，但係咧最重要咧就係呢個 CRS 資管稅咧，內地嘅投資咧，投資喺香港越嚟越透明化，尤其是有信託人，會唔會令到個 CRS 更加穿透而收費用呢？好多人係擔心嘅。至於會唔會再影響到地產呢？因為地產呢，無論係投資、租金都有收入嘅。需唔需要內地收呢？暫時呢，我哋覺得應該唔會嘅。最近嚟講，啲地產股個別咧都有啲影響，咁所以可能係一個大家買入機會。因為如果唔係呢，影響個面就好大嘅。對於呢銀行股嚟講呢，當然都有影響啦。最近呢，我揸車喺紅磡嘅時候，見到紅磡停車場有個大嘅廣告，就話匯豐呢連續4年係香港保險嘅銷售冠軍，所以呢個就影響到佢哋嘅收入都唔定嘅。銀行股都有調整，咁但係匯豐係相當之聰明，佢已經將一部分嘅保險公司係賣咗，而只係合作啫。咁呢方面又收到錢，就呢個影響比較少啲。咁內地嘅居民，我諗資產嘅透明度咧越嚟越高啦。香港嘅保險吸引力變咗冇以前咁好啦。不過我覺得隨住透明度越嚟越高咧，內地都有好多中產人士繼續用香港，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唔會影響得太大嘅。內地呢個政策找住第3季個施工旺季，加速2重陸張網相關嘅實物工作嘅落地。其中一樣嘢咧就 AI 嘅需求咧帶動咧高新嘅技術產品咧貢獻係多嘅。中國7月份嘅出口咧升23.9%，咁呢個就係 AI 相關嘅產品。反而稀土嘅產品下跌，因為咧我諗中國咧就好驚稀土咧落咗去日本，因為日本咧就落落去軍事嘅情況，內需仍然弱 ，CPI 嘅增長低過1%，咁大家都要小心。咁啊 K 型嘅經濟繼續加深，咁所以政府嘅策略係要做多啲嘅。盛傳咧就人行將倫敦嘅黃金儲備搬晒嚟香港，咁我覺得呢個咧就會令到香港咧更加唔同國際化，配合咗咧算力嘅需求。因為咧而家好多內地嘅科技企業要出海，好多時都係香港。香港咧要好多算力，咁香港啲算力暫時嚟講都係平嘅，平過美國啦。咁變咗咧就好多企業咧會落嚟，咁對香港嘅需求就會大，咁所以相關嘅企業就會受惠。咁所以我哋覺得咧，你睇下香港有邊啲企業上市企業做呢方面嘅數據中心提供算力嘅。咁部分嘅消息，智普、213同埋 Minimax 咧就加入咗港股通，所以嘅股價咧就喺上個星期五咧單日升咗15%至10%。但係呢個消息一反映咗之後，升幅咧就會減少㗎啦。咁所以咧又要睇翻基礎個分析嚟講㗎。盛傳咧非洲嘅手機王咧亦會上市喺香港，咁所以越嚟越多好嘅公司係上市嘅。至於基金界，我哋認為恒生嘅科技指太窄啦，應該要放開多啲股份。咁當然咧，香港嘅上市嘅晶片股咧就唔多，但係 A 股又有。咁如果能夠放開多啲，可能恒生科技指數嘅 AUM 都會大升嘅。我哋睇到相關嘅 ETF 咧，可能咧都已經大過恒生科技指數啦。咁字節跳動嘅參數有10萬億嘅參數，係大規模、大模型開始咧，唔需要靠蒸餾嘅技術嘅。咁呢個睇到中國嗰個科技嘅進步。咁月之暗面可以加價到幾倍，同埋咧個大模型其直逼就係美國最 top 嗰2個人工智能。中國喺呢方面係做得好，再加上咧我哋叫做 physical AI， 中國係最好嘅，因為每個行業都用得到 AI， 又平又靚又正，競爭力大啦。咁業績公佈已經開始有啲驚喜啦。我哋睇到最近出嘅業績咧，好多有醫藥股又唔錯啦，地產股都唔錯啦。譬如話1997佢哋多賺咗6%，但係股息嘅增加40幾%喎，派息率咧增加至90%。咁我估咧就因為大股東咧就需要錢又派息，同埋人口老化，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咧，好多呢啲股份可能咧要增加派息，因為佢自己都想要多啲股份，同埋大家知道股東派息係唔需要抽稅嘅，公司已經俾咗稅啦。咁另外咧私有化亦都會多咗，譬如國泰君安1788個母公司咧，就算私有化2611個股價咧，香港都係平。如果經濟一路復甦嘅話咧，好多私有化會出現，咁所以我哋要留意呢個私有化主題有邊啲股份係會做嘅。咁進入咗咧業績期，股市已經上升咗好多，由22,800升到而家有5800咧，已經係升咗咧
3000點啦。咁我估最多咧短期嚟講升到26800左右呢個水平，但係呢個水平之後消化睇咩股份輪流去投資啦。咁而家咧譬如話可能啲內房股咧跌得好多啦，呢個最近咧亦都有上升。咁但係最重要就係持久嘅能力。咁8月咧係淡季，今次咧淡季不淡，已經做得相當之好。咁所以大家投資喺8月份有冇機會有正話嗰幾個不同嘅主題，大家去考慮買相關股份，可能升得唔錯嘅。市場中性如果唔包括美國咧，都升咗17.87%，係做得唔錯。咁同期恒生指數負0.84嘅。如果我哋係前2個星期一咧已經講過 Minimax 同埋2513智普咧，因為大家跌得深，幅度唔同，反彈所以唔同咧，所以我哋覺得咧就唔應該做呢個 pair trade。咁所以如果扣除呢個 pair trade 咧，都係升7.36%。如果包括美國就係16.49%，但係美國咧我哋就唔會包括，因為點解咧 ？SpaceX 暫時落唔到我目標咧100蚊。第一個 pair trade 就係1347同981，就買1347 sell 981係升3.8%。第二個就係買建滔積層板1888，同時沽出同樣嘅銀碼建滔集團148咧賺13.56%嘅。咁如果係智普，你真係做咗繼續係 buy 智普同埋 sell Minimax， 其實係賺0.51% 嘅啫，咁就唔係好多。咁但係 SpaceX 嗰個咧反而跌咗1.38%。咁因為 Rocket Lab 咧曾經係升過，就咁變咗咧收窄咗2個嘅升幅。咁如果繼續 SpaceX 能夠跌翻100，上升嘅空間大啲咧，喺呢個 pair trade 可能更加值得做。咁所以我哋暫時都係等呢一方面嘅。我自己咧係東企喺證監嘅持牌人士，冇持有上述嘅股票，淨係持有 Apple。至於我哋嘅公司基金嘅投資組合同埋我哋客戶嘅投資組合，我哋係持有 Apple、SK 海力士、SpaceX、Google、可口可樂、HSBC、智普、Minimax、Nvidia。好，時間差唔多啦，大家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 同埋 subscribe，最緊要按呢個鐘仔。拜拜，多謝晒。